歡迎收睇11點最前線，我係楊安怡。全球4000個城市參與地球1小時活動，宣傳減少消耗能源。香港有超過1800座大廈響應，包括維港兩岸嘅主要地標，都喺晚上嘅大約8點半熄燈1個鐘。而上海等內地城市今年就係第一次參與呢一項活動，各個有份參加嘅城市都會喺當地晚上陸續熄燈。由於時差，新西蘭同澳洲係全球最早熄燈嘅地區。東方之珠呢一晚比平時失色不少，維港兩岸嘅地標好似文化中心、半島酒店、國金中心同匯豐總行，先後將外牆嘅燈熄晒。平日燈火通明嘅皇后大道中就得返街燈。銅鑼灣一個商場象徵式將樹上嘅燈飾熄咗。旺角呢間酒店就喺餐廳點咗幾千支環保蠟燭，環保之餘增添咗唔少情調。呢間連鎖咖啡店熄淨雪櫃燈，有顧客反而覺得仲舒服。我覺得都幾好喎，反而因為去到呢個時間，其實上嚟都係想唞一唞咁樣，咁反而暗咗呢都幾 relax， 我覺得。除咗商戶，亦有家庭響應今次嘅活動。呢家人熄晒電器，開住環保燈，彈吉他同捉棋消磨時間。喺幽暗燈光下過咗呢1個鐘頭，佢哋領略到乜嘢呢？即係世界唔一定要有電咯。即係冇電都可以生活到咯，因為好耐以前啲人都係咁樣。但係就要慳咯，你生存到，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冇咁方便啦，係咪？係啊，冇方便。咁我哋如果想有呢個方便，有呢個即係令到大家生活會舒服啦，即係唔好而家就要識得慳咯。東方之珠喺9點半回復光芒，主辦機構世界自然基金會希望今次活動只係開始，唔係結束，大家以後會少啲嘥電，珍惜資源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導。而新西蘭同澳洲係全球最先熄燈嘅地區，上海等內地嘅主要城市今年亦都首次參加呢一項環保活動。李建生報導。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踏正晚上8點半，全座燈光熄滅。黃浦江沿岸比平日多咗一份璀璨，當地嘅港商同其他外資企業紛紛參與，並且轉化為商機。有家具連鎖店推出節能燈膽優惠，贈送環保袋。世博會出年喺上海舉行，希望借響應今次熄燈活動，為舉辦一個綠色世博奠下基礎。北京、大連、順德等地亦都有響應今次活動。而喺台北，最高嘅101大樓，所有單位都熄燈1個鐘頭。今次亦係台北首次響應，估計慳到2700幾度電，即係萬幾蚊新台幣電費。澳洲係地球1小時活動嘅發源地，悉尼嘅海灣大橋、歌劇院，所有裝飾用嘅燈都熄晒。澳洲人把握呢個難得嘅機會，到戶外享受下燭光晚餐。新西蘭嘅第4大城市漢密爾頓同步舉辦咗一項熱氣球活動，吸引咗幾萬人參加。奧克蘭最高嘅天空塔亦都暫停發放光芒。由於時差關係，大洋洲係全球率先熄燈嘅地區。有線電視記者李健生報導。環保組織發起地球1小時熄燈行動，全球超過80個國家同埋地區，接近4000個城市參與。本港亦都有超過1000棟大廈響應。蘭桂坊有餐廳同埋酒吧為食客安排一餐意外嘅燭光晚餐。何海玲報導。大約8點半，參加嘅大廈陸續熄燈。平日燈光璀璨嘅維港兩岸，為環保都熄晒七彩奪目嘅燈。國金、會展、文化中心等地標都有響應。大廈頂嘅招牌喺呢個鐘都暫時停一停，唔賣廣告住。但係人來人往嘅鬧市就唔係咁多鋪頭響應。蘭桂坊雖然有100幾間食肆響應行動，但係基於本港進行緊7人欖球賽事，為免影響生意，好多餐廳只係熄外牆嘅燈。